Hello，你哋好，歡迎你返到嚟粵語案件 Podcast 頻道。上一集邀請到 Ken 哥同大家分享佢響泰國發生嘅親身經歷，今集就接返上一次同 Ken 哥講到嘅呢一單案件，就係2014年發生響泰國圖島嘅雙屍案。我將會將成個案件完整讀一次畀大家聽。泰國嘅圖島亦都叫做龜島，響2014年9月15號嘅清晨，沙麗海灘嘅岩石岸發現咗兩名英國背包客 Hannah Witheridge 同埋 David Miller 嘅屍體。女死者遭遇到姦殺，男死者頭部重創之後溺斃海灘。呢一單案由發現屍體、警方偵查、拘捕兩名緬甸移民工人、認罪、一審判死刑，兩次上訴失敗，最後透過國王特赦改判終身監禁。成件事件跨越6年，由頭到尾，偵查手法同埋證據鏈都充滿着極大嘅爭議，直至今日民間仍然有大量質疑嘅聲音。今集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同埋俾個 like 我，你哋每一個訂閱同埋 like 對我都好重要㗎，都係俾我動力去繼續揾案件分享俾大家。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圖島位於泰國灣，主打潛水旅遊。島上面常住人口唔多，有大量嚟自緬甸嘅無證移民勞工，負責民宿、餐廳、海灘清潔各類基層工作。沙麗海灘係島上面最熱鬧嘅地段，酒吧、民宿一間接一間，好多外國背包客夜晚黑會響海邊飲酒流連。案發嘅地點就係沙麗海灘一處岩石坳位，距離兩名死者入住嘅 Ocean View Bungalows 民宿只有幾十米距離。受害者 Hannah Witheridge 23歲，英國諾福克郡人，同埋 David Miller 24歲，來自英國澤西島。兩個人本來互不相識，各自同朋友響2014年9月12號分別抵達圖島。兩班人啱啱入住同一間海灘民宿，就係咁樣互相結識咗。接落嚟幾日，成班人一齊周圍飲、周圍玩。案發嘅時候係9月14號夜晚，推斷遇害時段係9月15號嘅凌晨。根據閉路電視同埋朋友嘅證詞，當晚一班人先去到 Choppers Bar， 之後轉場去 AC Bar。閉路電視錄影記錄到凌晨1點幾，Hannah 同埋 David 一齊離開 AC Bar。其他朋友繼續留響酒吧，兩人打算步行返民宿。由 AC Bar 行去 Ocean View Bungalows， 必須經過沙麗海灘嘅沙灘同埋礁石地帶。呢個就係公開記錄入邊其他人最後見到兩名死者活生生嘅最後一刻。案發礁石現場周圍大量閉路電視嘅鏡頭當時故障，又或者係角度覆蓋唔到案發位置。閉路電視只拍到兩個人離開酒吧，完全拍唔到佢哋遇襲嘅畫面。根據事後媒體同埋民間團體嘅調查統計，全島當時大約有300支閉路電視，當中大約200支故障或者停用，僅僅得22支鏡頭捕捉到兩名死者嘅行蹤片段。呢組數據只係外部調查得出，並冇納入法庭嘅官方證據記錄。呢個係後來調查最大嘅先天缺陷。9月15號朝頭早6點半，一名緬甸籍嘅海灘清潔工人巡邏到該處嘅岩石坳位，發現兩具屍體，馬上報警。泰國調查人員去到現場已經係朝頭早11點，中間4個鐘，現場並未嚴格封鎖，有唔少嘅人員可以出入該片海灘。David 嘅遺體一半浸響淺海海水之中， Hannah 嘅遺體躺響旁邊岩石沙地上。兩個人處於半裸嘅狀態，地面有大量嘅血跡。距離屍體不遠，現場檢獲一把染血嘅園藝鋤頭，警方認定係本案主要兇器。現場同時揾到煙頭、安全套等物件，全部列作證物，回收送去化驗。呢度要補充，島上面處理遺體嘅客觀情況。圖島只設有一間規模細小嘅鄉鎮醫院，島上面並冇專業法醫部門，亦都冇正式嘅冷凍殮房設施，唔具備條件進行屍檢解剖嘅工作。兩具遺體發現之後，只可以暫時存放響呢間醫院嘅臨時停屍位置。所有完整屍檢同埋生物證據採樣，必須將遺體運離圖島。
9月16號，即係發現屍體嘅第二日，兩具遺體先至經水路同埋空運送到去曼谷嘅法醫研究所，先至正式驗屍程序。案件啱啱爆發初期，無論係泰國本地定係國際傳媒，大多數報道都直接將 Hannah 同埋 David 當成一對遇難嘅英國情侶。會有呢個誤解係因為兩個人凌晨一齊離開酒吧，屍體亦一齊喺海灘嘅礁石位置被發現。但係根據朋友嘅口供同埋後續核實嘅資料，兩個人只係喺桃島旅行期間先至認識嘅普通朋友，並非情侶。Hannah 本來喺英國有男朋友，並冇參加今次旅程。之後隨住更多證人嘅口供，傳媒先至糾正咗呢一個開始流傳嘅錯誤印象。遺體隨後運到曼谷進行屍檢，泰國官方屍檢報告記錄 David 頭部遭受多次鈍器重擊，指關節同埋拳頭位置有挫傷，證明生前曾經反抗搏鬥。直接死因原因係溺斃。頭部重傷令佢失去抵抗能力，之後被按入海水窒息身亡。Hannah 顱骨多處骨折，頭部同樣被鈍器反覆襲擊。屍檢確認生前遭受性侵犯，死因為顱腦重創。案件爆發，國際傳媒即刻湧入桃島，泰國高層要求警方盡快破案，避免旅遊業受到打擊。當時泰國警方有公開發表一個備受批評嘅言論，佢話泰國人唔會做呢一類型嘅案件。調查方向由一開始傾向鎖定外來移民同埋遊客群體，唔會優先排查本地泰國居民。外界質疑調查組預設咗懷疑嘅方向。英國政府派出3名警員以觀察員身份過到去泰國旁聽調查，但係呢幾名英國警員冇偵查權，唔可以接觸物證同埋證人。翻譯人員都由泰國警方提供，只可以有限度知悉部分調查進度，唔能夠干預案件辦理。由9月15號發現屍體，去到10月2號正式拘捕2名緬甸工人，呢10幾日嘅調查過程相當混亂。警方多次轉換懷疑對象，一開始將同死者一齊玩嘅英國背包客帶返去協助調查，採集 DNA 同埋口供，之後全部排除嫌疑釋放。其後又拘捕數名島上緬甸勞工協助問話，部分被扣留嘅人向人權組織投訴，警署內遭受毆打恐嚇，最後因為冇證據，全部釋放離開桃島。調查期間，警方仲曾經向傳媒發放錯誤嘅閉路電視截圖，聲稱畫面係案發當晚嘅 Hannah 同埋 David， 後嚟先至發現入面係其他遊客，需要公開道歉糾正，進一步加深咗外界對辦案質素嘅疑慮。證物保管鏈係本案爭議嘅核心。案發現場並冇第一時間完整封鎖，證物由現場採集運送到實驗室，中間記錄存在斷層。辯方後嚟庭上提出質疑，混合樣本嘅 DNA 化驗一般需要相當長嘅時間。警方聲稱今次由取樣到完成 DNA 對比只用咗唔夠12個鐘。辯方認為呢個速度遠超業界常規，控方就作出反駁，解釋樣本嘅前期處理已經提前進行，而泰國法醫實驗室交俾法庭嘅 DNA 報告只係一頁總結，加上幾頁手寫嘅修改附頁，大量原始實驗數據唔對外公開，亦唔允許第三方獨立機構重新化驗關鍵生物樣本。後嚟庭審申請重新測試證物嘅時候，警方回覆 Hannah 屍體提取嘅核心 DNA 樣本已經喺初次化驗用盡，冇剩餘樣本可以提供復檢。2014年10月2號，泰國警方拘捕2名當時22歲嘅緬甸若開邦無證移民工人，分別係 Saw Lin 同埋 Wai Vio， 兩人當時響桃島做餐館、酒吧雜工。警方講法，最初係以非法入境理由拘捕2個人，之後先將雙屍兇殺嘅指控加諸佢哋身上。閉路電視的確拍到案發當晚 Saw Lin 同埋 Wai Vio 夜晚喺沙麗海灘附近士多買香煙，位置距離兇案現場唔遠，但錄影完全冇影到2個人接觸過 Hannah 同埋 David， 亦都冇影到2個人去過岩石嘅案發地點。拘捕之後，2人接受長時間盤問。盤問期間，律師不在場，所使用嘅翻譯唔係合資格嘅法庭翻譯，只係島上面識得泰文同埋緬甸文嘅普通居民。
盤問完畢，泰國警方對外宣布兩名疑犯已經認罪。警方公開嘅認罪筆錄內容，兩個人夜晚黑響海灘遇見 Hannah 同埋 David， 佢哋都垂涎 Hannah 嘅美色，同 David 爆發咗肢體衝突，用鋤頭襲擊佢哋，而且殺害。Whitefield 事後仲攞走咗 David 嘅手機。之後，警方安排戴住頭盔、手扣嘅 Soleil 同埋 Whitefield 返到去案發海灘進行犯罪現場重演。大批傳媒到場拍攝，相關畫面流傳全世界。但係一入到監獄，兩個人即刻全盤推翻所有認罪內容。兩個人透過人權律師向外陳述，全部認罪都係被逼講出嚟。警署扣留期間遭受毆打，用膠袋笠頭製造窒息嘅恐懼，恐嚇會傷害佢哋響島上面嘅親友。如果唔按照警方嘅說法認罪，就會有生命威脅。兩個人堅稱自己從來冇參與過兇案，認罪只係為咗停止虐待。就係咁樣，案件分化成兩套完全對立嘅敘述。控方認為 DNA 證物鐵證如山，就算口供有爭議，其他證據都足夠定罪。辯方同埋國際人權團體就覺得兩個無證弱勢移民面對輿論同埋旅遊業壓力之下，淪為代罪羔羊，偵查過程充滿瑕疵。2014年12月8號 Soleil 同埋 Whitefield 被帶上蘇美島法庭正式起訴，控罪包括強姦、兩項謀殺、盜竊 David 嘅手機以及非法入境泰國。庭上兩人全部否認每一項控罪，作出不認罪答辯。因為桃島唔具備高等審理法庭，案件交移隔離嘅蘇美島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正式庭審由2015年7月8號開始，總共有34位證人出庭作供，控辯雙方輪流盤問證人，審訊前後歷時21日。控方即泰國檢察官提出嘅主要證據有5樣。第一， DNA 化驗報告，泰國法醫實驗室報告指出 Hannah 遺體體內提取到精液嘅 DNA 同 Soleil Whitefield 兩個人 DNA 吻合。控方視呢份為本案最核心證據，證明兩名被告同死者存在性接觸，繼而參與強姦同埋謀殺嘅行為。第二，染血嘅園藝鋤頭，控方主張呢把鋤頭就係兇器，鋤頭上面驗出兩名遇難者嘅血跡。第三，被偷取嘅手機，David 嘅手機，警方後嚟喺 Whitefield 嘅住處搜獲到。控方認為係兇案發生之後偷取嘅贓物，證明 Whitefield 曾經去過案件現場。第四，閉路電視片段錄影證明案發凌晨兩名被告出現喺兇案地點附近嘅海灘賣煙，擁有前往現場嘅時間同地理條件。第五，警署錄取嘅認罪筆錄，雖然被告已經提出反對，但係控方依然筆錄列作輔助證據提交法庭。控方結案陳詞描述嘅案情版本，兩名被告凌晨喺海灘偶遇兩名英國遊客，對 Hannah 產生侵犯意圖，同 David 發生打鬥，用鋤頭重擊兩個人，強姦 Hannah， 為掩蓋罪行將兩個人殺死，其後偷走 David 嘅手機。辯方就逐一作出反駁。第一，認罪口供完全無效，盤問過程冇律師在場，翻譯人員唔具備法庭翻譯資格。兩名被告陳述遭受肉體虐待同埋死亡威脅，口供係刑訊之下嘅產物，唔可以採納作為證據。被告被捕之前從來冇同 Hannah 同埋 David 有過任何嘅接觸。第二， DNA 證據程序存在重大缺陷，犯罪現場冇妥善保護，證物收集、保管、運送鏈亦都出現斷裂。辯方質疑化驗速度，而控方亦作出相應解釋。關鍵原始實驗數據唔提供俾辯方，辯方聘請澳洲法醫專家，質疑整套 DNA 提取同埋比對流程，但係法庭唔批准該名外國專家出庭作證，相關質疑只可以寫入辯方結案陳詞，唔能夠口頭盤問控方嘅法醫證人。辯方提出懷疑生物樣本有機會係現場污染，或者係事後被人擺放嫁禍。與此同時，泰國資深法醫專家出庭作證，佢檢驗過涉案嘅鋤頭，鋤頭上面驗出兩名男性 DNA， 並唔係屬於 Soleil 同埋 Whitefield。第三，關於 David 嘅手機，辯方提出另外一個可能性，
Hannah 同埋 David 當晚落海游水，手機同埋衣服都留響海灘。Whitefield 路過海灘，只係執咗留喺海灘嘅手機，唔等於佢係兇手。第四，閉路電視只可以證明被告喺附近賣煙，唔能夠證明犯案。錄影完全冇拍到被告同埋死者碰面，更加冇襲擊嘅畫面。夜晚嘅沙麗海灘有大量工人同埋遊客流動，喺附近出現唔代表參與兇案。第五，涉案嘅鋤頭只係島上面隨處可見嘅園林工具，好多民宿同埋工人都會持有，唔可以直接將工具同兩名被告掛鈎。辯方同時向法庭表示，案發之後島上面好多緬甸移民勞工受到威脅恐嚇，部分潛在證人被干擾，唔敢講出事實嘅真相。有一點需要客觀講明，整個庭審過程入邊，法庭並冇就被告指控嘅刑訊逼供展開獨立調查。法官嘅意見係，並冇足夠證據證明警方有敲打行為，而判決書明確寫出今次定罪唔會依賴警署嘅認罪口供，裁判主要依靠 DNA 同埋其他實物證據作出判斷。2015年12月24號，聖誕平安夜，蘇美島地方法院正式宣讀判決。法庭裁定 Soleil、Whitefield 謀殺 Hannah 同埋 David， 強姦 Hannah 全部罪名成立。Whitefield 額外盜竊罪名成立，兩人一併判處死刑。判決出爐，社會反應兩極。David 嘅家屬發表聲明，話一開始對調查都存有疑慮，但係完整閱覽法庭呈上嘅全部證物之後，相信證據充分，正義已經實現。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就發出公開聲明，形容判決極度令人不安，刑訊指控從來未被調查， DNA 證據充滿疑點。Soleil 同埋 Whitefield 嘅辯護團隊當庭宣布會提出上訴。第一輪上訴去到泰國上訴法院，2017年3月作出裁判，駁回上訴，維持死刑原判。上訴法院接納控方證物嘅可信性，認為辯方講嘅證據污染、刑訊逼供冇足夠證據支持，維持一審全部判決。被告方並未放棄，繼續向泰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亦即係泰國司法體制嘅最後救濟程序。2019年8月29號，泰國最高法院宣判，再度駁回上訴，維持兩人死刑判決。至此，正常司法審判程序已經完全走完。如果冇特赦，就會執行死刑。判決公開之後，國際好多人權組織、政界人士呼籲泰國唔好執行死刑，請求國王行使皇家特赦權利。其後，Soleil同埋 Whitefield 由蘇美島監獄轉移到曼谷邦光監獄，成為死囚，一直堅持自己係無辜，寫信對外講希望可以返緬甸見親人。2020年8月14號，泰國國王馬哈哇扎拉隆功頒布大規模皇家特赦令。Soleil同埋 Whitefield 受惠特赦，刑罰由死刑減為終身監禁。呢度必須講清楚，皇家特赦唔等於判無罪，原有嘅罪判決並冇推翻，只係減輕刑罰。兩個人嘅罪名喺泰國司法記錄依然維持成立，需要繼續在監獄服刑。後續辯方律師多次嘗試申請提早釋放，監獄方面以未達到法庭條件予以拒絕。截至公開最新資料，兩個人仍然喺泰國監獄之中服刑，未獲得釋放返國。講完完整嘅案發時間線同埋法庭內容，我哋客觀整理下本案幾個長久存在嘅爭議，全部都係公開討論嘅議題。第一， DNA 證據嘅可信程度，控方視 DNA 為鐵證，辯方同部分外國法醫專家就質疑現場證物保管鏈斷裂，化驗流程唔透明，關鍵樣本事後耗盡，冇辦法交由第三方重新復檢，而控方亦就相關質疑作出解釋。泰國法庭接納本國法醫實驗室嘅報告，唔採納外國專家嘅質疑，因為原始樣本已經唔存在，外界永遠冇辦法獨立驗證呢份報告嘅真偽。另外，兇器鋤頭上面嘅男性 DNA 經過化驗並唔屬於兩名被告，呢一點亦都係辯方重點質疑嘅位。第二，究竟有冇刑訊逼供？兩名被告由被捕開始就持續聲稱遭受毆打威脅，泰國警方完全否認相關指控。但係泰國各級法庭從來冇立案調查逼供嘅指控，既冇證實有敲打，亦冇辦法證明被告講大話。
第三，民間流傳嘅其他兇手講法，網上面有好多傳聞話島上有勢力人士犯案，將罪責推俾弱勢嘅緬甸移民勞工。呢啲只係民間嘅傳言，流傳好多唔同嘅版本，冇任何被法庭接納嘅實質證據去支持，亦都唔可以當作係已經證實嘅事實。第四，圖島嘅治安同埋移民勞工處境。呢單案之後，圖島被外界叫做死亡之島。過往島上亦發生過其他遊客離奇死亡、失蹤事件。案發之後，泰國當局增加島上閉路電視同埋巡邏警力，但好多背包客依舊對當地治安有所戒心。案件同時將島上大量無證緬甸勞工嘅困境擺上國際視線。一班底層勞工語言不通，缺乏法律保障，一旦牽涉重大刑事案件，會處於極之被動嘅位置。遇難者 Hannah 同埋 David 嘅家人經歷漫長、充滿爭議嘅司法程序，判決之後甚少再接受媒體訪問。兩個只係外出旅行嘅年輕人，永遠留低咗向呢個以風光聞名嘅海島之上。回顧2014年圖島雙屍案，佢唔單止係一單海灘謀殺，陽光海灘嘅旅遊表象之下，會藏住偵查技術不足、證物管理嘅漏洞，亦會見到弱勢面對司法系統嘅無力。就算法庭已經作出咗有罪裁判，社會上嘅質疑好多時未必會隨住判決書而完全消散。刑事案件好多時候就係咁樣，法律給出咗裁判，但係人們心目中嘅問號有時會一直流傳落去。今集就講到嚟呢一度啦，我哋約定每個星期上載2單案件，暫定每逢星期三同埋星期日。請你記得訂閱我，俾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同埋記得返嚟搵我。多謝收聽，下集再見。